文藻外语大学的辛克珍是新瓦乐团的主唱，入团5年，台风稳健，但本身不是客家人的他，当初学习格外辛苦。因为跟我们台语那些有很多都是不一样的，所以我也只能就是自己去听。虽然还是个大学生，但对有兴趣想学客家歌曲的弟弟妹妹，他总是充满热忱，尽心尽力教导。来等你嘛，来等你嘛，来导航水边，来导航水边。小朋友兴致盎然，卖力学习，但为何想学客家歌曲呢？因为我觉得很有趣，然后我可以学到不同的语。可以认识更多的朋友，就上客语课的时候，也可以听到很多客家的歌曲。那大家辛苦了，我们休息一下，歇困一嗨，歇困一嗨。基本功要扎实，客语发音就不能马虎。老师逐字教学，逐句解释，为孩子们打好基础。斗笠呢，就是立马，立马。带着斗笠呢，到那河边啊，抓小鱼，不会晒到太阳。这条路是很长的路，不是说我今天做一做就没有做的。是因为这个路的说我们要去培养后面的人啊，后面的小朋友，怎样去带他们来做？前面的人怎么样做，我们后面的这样做。这样大家做起来的话，大概我们这条路新瓦乐团就一直传承下去。大人小孩一起唱，在快乐的歌声中，我们看到客家文化传承的希望。上课喽！歇困一嗨，歇困一嗨，歇困一嗨。